52歲知名男星孫耀威近日毫無預警入院手術，引發網民關注。佢喺社交平台分享一段喺手術室門外嘅影片，透露即將要進行聲帶手術。雖然佢盡量露出笑容，但神情都係略顯緊張。而太太陳美斯就全程陪伴左右，十分貼心。入手術室之前，孫耀威仲提前向大家拜年。佢話手術之後14日都唔可以講嘢，大批網民紛紛留言祝佢手術順利，早日康復。其實早喺2009年嘅時候，孫耀威已經飽受聲帶出血困擾。當時佢發現自己每次唱歌演出後，喉嚨就會出現劇痛同埋腫脹。最初以為係聲帶發炎，因為好多歌手都會存在聲帶疲勞嘅問題。但點知經過檢查後證實，原嚟係聲帶嚴重出血，同時又發現個鼻生瘤，必須盡快做手術切除，否則可能導致鼻瘤變異。醫生曾經多次建議佢停工，甚至更一度警告佢唔好再唱歌，如果唔係可能會導致永久失聲。如今年過半百，再因為聲帶問題入院，希望今次手術一切順利。